現在讓我哋專心聆聽上帝透過佢嘅僕人盧偉森弟兄所傳講嘅信息。講題係肥書回顧1-2天。請盧弟兄。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歡迎大家嚟到十架基督教會。喺2個月之前呢，我哋完成咗腓立比書嘅講道系列，整個系列一共14篇道嘅。今日開始呢，我哋會用5篇道嚟到回顧腓立比書。咁呢個回顧系列嘅大題目叫做肥書回顧。一方面，顧名思義，我哋去回顧腓立比書啦。另外一方面，我希望透過肥書回顧，讓我哋每一個都成為一隻肥豬。咩意思呢？就係 FAT， 我哋都係 faithful 忠誠委身 ，available 隨時候命，同埋 teachable 係樂於受教。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記得呢個線形結構，亦都會記得腓立比書最重要，保羅最想突出嘅係中間嘅部分，基督之歌。去到今日呢，我都認為呢個結構大致上係合理嘅。不過呢，喺 D prime 去到 B prime 呢一個下半部分呢，我覺得我哋嘅結構分段可以再仔細啲。咁跟住落嚟呢，我想做一個好高難度嘅動作，就係呢，既然我哋要回顧腓立比書嘛，我嘗試將腓立比書4章嘅章節104節嘅經文做一個超濃縮版，濃縮做1張 slide， 幫助我哋呢去記得當中重要嘅片段。A 段係問安，係一開始保羅稱呼自己係耶穌基督嘅僕人。僕人呢個嘅希臘文咧係 doulos， 呢個稱呼咧已經隱約咁指緊佢個中心基督之歌。因為 doulos 呢個字咧，成個腓立比書只係出現2次嘅啫，一次喺呢度，另外一次就係基督之歌。然後保羅就送上問安啦，佢話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請大家都記住，恩惠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去到 B 段，那日必成這功，3合一榮耀果。保羅去分享佢嘅祈禱啊，佢係點樣為腓立比信徒同埋佢天國事業裏面嘅伙伴嘅關係而去祈禱。喺成個祈禱之中，我哋一陣會睇嘅。我認為最重要嘅係第6節同埋9至到11節。喺第6節，保羅話：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功。所以就係頭半部分啦。後半部分係9至11節，保羅為佢哋祈求嘅係愛心、真認識、審察力，呢個3合一嘅屬靈能力係不斷嘅增長，以至最後佢哋喺耶穌基督裏面結滿仁義嘅果子，歸榮耀俾父上帝。C段保羅分享到佢自己嘅狀況，活着就是基督，死活基督顯大。佢為着因為佢自己受捆鎖，使福音更興旺，為着其他主裏面嘅弟兄姊妹更放膽傳道，就滿心歡喜。雖然佢知道有啲人傳福音係出於嫉妒紛爭，要佢去難堪，但係只要俾基督被傳開，佢就好開心啦。保羅繼續分享佢嘅內心世界，亦都係呢個部分最著名嘅2句：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如果淨係講佢自己，佢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但係為着去牧養同埋幫助其他嘅信徒，佢仍要喺世上面存留。去到 D 段，天文相稱福音，無畏站穩同徑，合一謙卑他顧，以基督心為心。保羅喺第1句就發出咗全本書最重要嘅勉勵。佢話：腓立比信徒啊，你哋作為天國嘅公民，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相稱呢個字都係重要嘅，佢係同等價值、彰顯價值咁樣嘅意思。咁我哋點樣去彰顯福音嘅價值呢？保羅話：我哋要無畏，要不怕敵人嘅威脅，要站穩，要同心，要競鬥。咩叫競鬥呢？係1章27節為福音齊心努力嘅縮寫版。因為齊心努力嘅希臘文係 sunephilia， 意
意思係一班運動員一齊參加對制比賽，為勝利一同努力嘅意思。所以大家去諗住競鬥，可以諗下一啲嘅足球賽、籃球賽，一同為勝利努力，為福音努力。然後合一、謙卑、他顧係2章1至4節嘅內容，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啦。各人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等等。而去到以基督心為心，讓我哋嘅思想喺耶穌嘅心裏邊，我哋思想耶穌心中咩係合一，乜嘢係謙卑，乜嘢係他顧。然後嚟到我哋好熟悉嘅基督之歌，我相信好多人都能夠將佢背出嚟。基督之歌雖然只係短短6節，但係當中有非常重要嘅字眼，例如形象啦、堅持啦、虛己啦、奴僕等等。呢啲嘅字眼咧係帶我哋翻去舊約聖經，帶我哋翻去諗創世記嘅亞當，諗起以賽亞嘅僕人之歌，諗起而另外咧基督之歌嘅後半部分一啲重要嘅字眼，例如超乎萬名之名、萬膝跪拜、萬口宣認等等，又讓我哋從以賽亞書嘅應許一路帶到去啟示錄當中，耶穌再來萬民俯伏嘅異象。D' 段戰經作不怨言，顯主道明光照。正正係因為耶穌基督嘅8重下降、信服至死、復活高升，保羅話我哋就應當恐懼戰驚，完成自己得救嘅事。咩係恐懼戰驚呢？係上帝嘅大能恩典臨到我哋生命當中嘅記號，係上帝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又立志又實行，使到我哋嘅生命能夠與福音相稱，亦都使到我哋能夠不發怨言。發怨言，大家可能記得唔係字面嘅意思，係指出埃及記時期嗰啲嘅以色列人，佢哋念念不忘埃及嘅偶像、地上嘅榮華，佢哋輕看上帝嘅恩典同埋拯救。然後顯主道明光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個顯主道嗰個字係有2重意思。第一重意思係高舉 hold forth， 第二重意思係堅守 hold fast。我哋要 hold forth 高舉堅守上帝嘅道，喺呢個彎曲悖謬嘅世代，要好似明光照耀。然後我將2章19節同埋30節呢部分咧，原本係 D' 裏邊嘅，我將佢抽離出嚟，因為嚴格嚟講咧，呢部分咧唔係一個勉勵。保羅咧係以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嚟到為佢之前嘅勉勵去做例子嘅。當佢去勸佢哋，你哋要與福音相稱嘅時間，佢其實係講你哋睇下提摩太，佢係點樣嘅他顧，點樣真正關懷你哋。你哋睇下以巴弗提，佢點樣為咗完成基督嘅工作，賭上性命，近乎於死。然後嚟到 C' 嘅部分，保羅再講翻佢自己啦。當佢提醒腓立比信徒要提防割禮派嘅假教導之後，保羅就話：過往佢都以為自己能夠靠肉體嘅，但係而家因為基督，佢明白地上嘅萬事，包括能讓人自義嘅各樣嘅好事，其實都係糞土。佢已經丟棄萬事，為咗贏得基督，為咗得着喺基督裏面嘅義，並且希望與佢一同受苦，效法佢嘅死，最後與佢一同復活。雖然係咁，雖然保羅已經丟棄萬事贏基督，但係佢唔係認為自己已經得着，已經完全啦。佢話佢只係竭力追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竭力追求嘅希臘文係咩啊？係 dioko， 同佢之前迫害教會嗰個迫害係同一個字嚟嘅。所以保羅呢度係強調佢話佢而家竭力追求，佢而家 dioko 係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施恩買贖咗佢。喺大馬士革嘅路上，係耶穌主動呼召佢悔改回轉，所以佢而家嘅回應係應主召，竭力追。佢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向住標杆，就係天國嘅獎賞，一路直跑。嚟到3章尾，保羅咧其實佢唔係講緊自己啦，所以我將呢部分咧由 C' 嗰度抽翻出嚟，叫佢做 D'2。保羅其實係去勉勵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佢。佢話你哋要留意睇下呢啲一同效法我哋嘅人，因為佢哋當中有好多人其實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
呢啲仇敵專以地上嘅事為念。相反，真正嘅天上國民會以天上嘅事為念，專心等候救主從天降臨，等候耶穌基督以佢嘅大能將佢嘅國民變成同佢一樣擁有榮耀嘅身體。嚟到4章開頭，保羅去繼續勉勵腓立比信徒，你哋要靠主站立得穩。你記唔記得佢哋特別提醒兩個姊妹友阿蝶、循都基要喺主裏面去同心，要佢哋回想佢哋以前點樣同保羅一齊 suna filio， 佢重複咗呢個字。你哋要靠主常常喜樂，然後去提醒主已經近了。喺呢個提醒之下，你哋一無掛慮咁為着永恆嘅事去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去到 B prime， 保羅佢講到佢對腓立比信徒嘅感謝，但係保羅唔想佢哋誤會或者錯估咗佢哋嘅奉獻嘅作用，所以佢強調自己係知足嘅，佢表明佢自己係不求饋贈。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呢啲奉獻其實係腓立比信徒喺天國嘅存款，要歸喺佢哋嘅帳上面嘅果子。果子呢個字咧喺原文咧其實係兩重意思，既係果子，亦都係利潤係同一個字，係上帝悅納嘅祭物，而呢啲果子係能夠讓榮耀歸俾父上帝。最後，保羅用願主耶穌基督嘅恩與你們嘅靈同在作最後嘅問安同埋祝福，呼應住之前1章2節嘅願恩惠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所以咧，我哋個超濃縮版同埋個結構咧就變成咁樣啦。而我哋呢5篇嘅回顧嘅講道咧，係會由外至內去進行嘅。所以今日嘅回顧1，我哋會睇 A、B、B prime、A prime 呢部分。咁大概2年半前咧，我哋係講 A、B 部分嗰度篇道嘅題目叫做最重要的一天。至於 B prime、A prime 嗰部分咧，就係我哋2個月前上一篇道啦，叫做基督恩惠天父榮耀。咁今日我哋嘅小題目叫做2天。咩係2天呢？其實2天咧唔係講緊即係48小時，2個24小時嘅2天。我意思係2個嘅時期、2個嘅階段、2個嘅狀態。而呢2個嘅狀態經常縈繞喺保羅心入邊，佢經常會提及、經常會思想嘅呢2個階段。咁係邊2個階段呢？一個係從前，保羅會經常提到佢從前係一個點樣嘅人，而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產生咗改變。第二個係將來，保羅會經常提到主耶穌基督將來再翻嚟嘅日子，與佢哋同得榮耀嘅嗰一日。所以呢篇道會分為3個嘅部分：無望從前那天恩典，盼望將來那天榮耀，趕緊把握今天一個神秘人。咁當你睇到呢3個部分嘅時間，可能你會估啦。第3個部分趕緊把握今天就係我哋今日嘅應用啦。但係其實3個部分都係應用，甚至我可以講第1、2部分咧嘅應用咧，對我哋係更加重要嘅。咁最唔重要係咩呢？最唔重要係嗰個神秘人。我加佢落嚟咧，係諗住加啲樂趣，大家稍後可以估下佢係邊個。咁我哋就進入第1部分。無望從前那天恩典，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願主耶穌基督嘅恩與你們嘅靈同在。喺上一篇道，我曾經提過，成本腓立比書係首尾呼應，一前一後咁被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包圍住。但係其實唔單止腓立比書係咁嘅，如果你睇翻保羅書信13封書信，全部都係咁樣嘅首尾呼應，全部都係用基督嘅恩一前一後包圍住佢每一本書信嘅內容。咁呢個咁樣嘅首尾呼應唔係偶然嘅。大部分嘅聖經學者都相信，其實佢係體現緊保羅神學嘅核心。保羅神學嘅核心係咩呢？就係基督徒嘅生命係始於恩典，亦都係依靠恩典得以成為完全。保羅係巴不得所有嘅人都好似佢咁樣同樣程度去認識同埋愛慕呢份嘅恩典，而佢自己亦都係時時刻刻念念不忘去思想回味呢一份佢不配得到嘅恩典。咁喺上一篇度，我哋睇過4段嘅經文，睇保羅點樣講呢份恩典係幾咁寶貴。
今日我哋只係重溫其中嘅一段，喺以弗所書嘅2章。從前你們因着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那時你們在過犯罪惡中生活。又再一次啦，保羅講到上帝恩典嘅時間，成日都會講從前。佢永遠唔會忘記佢未蒙恩嘅時間，佢嘅狀態同埋佢原來嘅結局。咩嘅狀態啊？呢度講啊，因罪而死了，同時在罪中生活。咁係咩狀態？活死人，死咗又活，好似喪屍咁樣。喪屍係點樣呢？喪屍係隨從今世嘅風俗，隨波逐流，同其他喪屍一樣，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己嘅舒適、財富同埋地位。佢哋係順服空中掌權者嘅領袖，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心中運行嘅邪靈。原來我哋每一個喪屍，同時都係悖逆嘅人。我哋唔係淨係隨波逐流咁簡單，自我中心咁簡單，而係我哋每一個都係悖逆上帝嘅人。喪屍係點樣㗎？如果你睇過啲電影，喪屍見人就咬㗎啦嘛。同樣，其實我哋每個人原本都係咁樣啊！我哋拒絕上帝，我哋恨惡上帝，我哋見上帝就想咬。3節，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呢度轉咗做我們係指猶太人，之前你們係指外邦人。其實所有人都一樣，冇分別嘅，都係咁樣噶啦。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呢度隨着肉體呢，其實唔單止係放縱私慾，亦都包括自以為義。我哋可以隨着肉體去過一個好有道德嘅生活，但係同樣係一隻有道德嘅喪屍。呢個就係我哋原本嘅狀態，好似喪屍一樣。我哋拒絕上帝，恨惡上帝，見上帝就咬。和別人一樣，生來就是該受懲罰的人。該受懲罰的人，英文係 children of wrath， 意思係上帝聖潔烈怒嘅兒女。生來我哋就係該受上帝嘅聖潔烈怒，呢個就係我哋原來嘅結局。生來該受上帝聖潔烈怒。2章4節，然而上帝有豐富嘅憐憫，因着他愛我們的大愛。然而上帝 ，but God， 唔係講緊 and God。上帝嘅大愛同豐富嘅憐憫喺幾時彰顯啊？係喺我哋喺過犯罪惡當中死咗，喺我哋仲係做喪屍嘅時間，係上帝完全咁去主動咁去憐憫我哋。上帝愛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已經悔改啦，唔係因為我覺得咁樣做喪屍唔係咁好啊，而係當我哋死緊嘅時間，當我哋完全冇知覺，唔覺得自己係恨惡上帝，唔覺得自己係壞人嘅時間，上帝去彰顯佢嘅憐憫同大愛。最重要嘅係嗰個代價係佢嘅愛子。你要認真啲去諗下呢度保羅講嘅上帝豐富嘅憐憫。如果上帝少一啲啲嘅憐憫，我哋都唔會得救。上帝豐富嘅大愛，如果上帝少一啲嘅愛，我哋都唔會得救。2章5節，竟在我們因過犯而死了的時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可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保羅喺度讚頌呢份嘅恩典，係上帝全然主動嘅恩典，係我哋呢啲喪屍完全不配得到嘅恩典，係上帝差佢嘅兒子為我哋而死，以致佢嘅復活可以讓我哋同佢一齊活過來嘅恩典。2章6節，他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為要把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呢個更好嘅翻譯呢，其實係 masterpiece。我哋係上帝嘅傑作。呢個傑作係在基督耶穌裏創造嘅，為要使我們行美好的事。我知道中文聖經嘅翻譯咧，原本係講行善，但係咧呢個翻譯咧好容易讓人誤會係啲捐錢啊、做義工啊嗰啲嘅行善。其實原文咧就咁係行美好嘅事，
咁乜嘢係美好嘅事呢？就係上帝眼中看為好嘅事，就好似佢創世記裏面創造世界嘅時間，每一日嘅創造，上帝都稱讚係好。咁所以簡單而言呢，其實就係遵行上帝嘅旨意，就係上帝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有冇留意到咧？保羅重複咗2次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因為保羅覺得呢個提醒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一個地步，短短10節聖經佢已經講2次。咁點解呢？點解咁重要呢？有2個原因嘅。第一係免得有人自誇，因為我哋得救完全出於上帝，係上帝所賜嘅禮物，唔係出於我哋嘅行為，唔係因為我哋選擇相信耶穌，所以上帝去救我哋，而係完完全全100% 出於上帝嘅恩典，所以冇任何一個信徒可以自誇。第2個原因係顯明給後來嘅世代。我哋要記得，上帝嘅恩典咧唔係一次性嘅救贖，上帝嘅恩典係擁有支撐我哋為佢而活嘅能力啊！英文叫做 sustaining power of grace。唔知你哋記唔記得保羅喺哥林多後書，佢曾經講過，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所謂基督的愛係一人替眾人死嘅愛，係讓人從喪屍變成為傑作嘅恩典。呢份愛，呢份恩典，催逼我哋不再為自己而活，只為嗰位替我哋死而復活嘅主而活。同樣，哥林多後書12章，保羅話耶穌曾經同佢講過，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上帝嘅恩典幫助保羅喺人嘅軟弱當中，仍然能夠忠心咁遵行佢嘅旨意。所以當我哋話保羅神學嘅核心，基督徒嘅生命始於恩典，亦都係倚靠恩典得以成為完全。其實唔係一個神學理論，而係保羅佢用自己嘅生命去做嘅見證。見證啲乜嘢呢？見證呢個恩典係實在嘅，見證呢個恩典係擁有大能嘅。呢個恩典能夠使人重生，能夠顛覆一個人嘅人生，180度咁嘅改變佢嘅生命方向，最後係能夠讓人慢慢咁成為完全。親愛嘅弟兄姊妹，呢一刻我要問你哋，你仲記唔記得你自己嘅從前？你係咪清楚咁認識到喺蒙恩之前，你嘅生命狀態同樣係因過犯罪惡而死？你係咪真係認識到你係曾經隨從今世風俗，信服邪靈，信服肉體嘅喪屍？定抑或你已經漸漸淡忘咗你嘅從前，漸漸遺忘咗呢份恩典嘅重量？今日你係咪仲係依然為着 But God 而驚嘆呢？你會唔會繼續因着基督嘅十字架恩典去激勵、被震撼呢？定係因為已經聽得太多啦，每個星期翻嚟聽林牧師講道，都重溫呢個福音嘅信息，慢慢耳朵已經起枕，漸漸麻木，失去咗起初因為蒙受呢份恩典而有嘅喜樂同埋動力。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願我哋無忘從前那天呢份重價嘅恩典，呢份十字架嘅恩典。第2部分，盼望將來那天榮耀。頭先我哋講到啦，上帝嘅恩典臨到我哋，唔係淨係停留喺救贖，唔係淨係停留喺將喪屍變做人，然後就停咗落嚟。上帝有一個更宏大、更榮耀嘅目的。上帝要喺耶穌基督裏面再創造我哋，唔係喪屍變做人啊，係喪屍復活、重生、再造，變成為佢嘅傑作，遵行佢嘅旨意。咁啊，帶我哋嚟到保羅喺腓立比書1章嘅祈禱。佢話：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開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在辨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唔知你睇唔睇到？其實呢度有一個好細嘅線形結構。第3節、第8節外邊，保羅去重複咁講
我好想念你哋嘅腓立比信徒，亦都為佢哋感謝上帝。然後入少少5節同埋第7節，保羅就解釋佢感謝上帝嘅原因，係因為腓立比信徒喺福音上面佢哋共同參與。所以中間最重要佢想突出嘅就係第6節，保羅要強調一個基於上帝嘅信實而發出嘅一個宣告。佢話上帝既然開始咗一個美好嘅工作，佢會喺耶穌基督嘅日子完成呢個嘅工作。咁乜嘢係美好嘅工作呢？其實我哋啱啱睇過啦，就係上帝將罪人從呢個因過犯罪惡而死了嘅狀態復活過嚟嘅工作，亦都係我哋最近聽約翰福音耶穌所講嘅重生。咁乜嘢係耶穌基督嘅日子呢？就係耶穌基督再嚟施行審判，完全建立佢國度嘅嗰一日。所以1章6節係咁講啊，保羅深信，其實應該更加強烈啊。佢話 I'm sure， 佢係非常非常肯定，當上帝通過聖靈嘅工作使人重生之後，係必定會繼續喺嗰個人嘅生命裏面去工作，使佢哋越嚟越似基督。而呢項工作係持續一生嘅，係直到主耶穌基督再翻嚟嗰一日。上帝係唔會半途而廢，佢亦都唔會失敗，佢必定能夠完成呢個工作。咁我哋必須要追問啦，上帝要完成嘅究竟係咩工作呢？呢個工作終極嘅目標係咩呢？答案就喺呢個線形結構嘅外圍，喺第3至4節同埋第8節。保羅重複表達佢嘅感謝同佢想念當中，保羅點解去為腓立比信徒感謝上帝呢？點解要以基督嘅心腸切切想念佢哋呢？唔單單係因為佢哋一同喺福音裏面同工，更加係因為保羅喺佢哋身上睇見咗上帝榮耀嘅計劃一路喺度推進緊。喺保羅嘅神學當中咧，有一個貫穿始終嘅洞見。就係人類嘅罪有一個最根本、最嚴重嘅問題。如果我問你人類嘅罪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呢？係咪對個人有啲負面嘅影響呢？係咪對社會、對其他人造成一啲嘅損害呢？其實都唔係。保羅話罪最嚴重嘅問題係虧缺咗上帝嘅榮耀，或者另外一個更加大家會明白嘅翻譯就係罪係達不到上帝榮耀嘅標準。所以我哋犯罪唔單止係做錯咗事害己害人咁簡單，更加嚴重好多好多倍嘅係我哋活出一種不榮耀上帝嘅生命狀態。人係按住上帝嘅形象做嘅，所以當人被做出嚟，原本係要能夠彰顯出上帝榮耀嘅，但係因為罪，我哋嘅生命就達唔到呢個上帝榮耀嘅標準。呢個就係虧缺上帝榮耀嘅意思。所以上帝嗰個嘅美好工作，終極目的唔單單係赦免我哋嘅罪債，更加係要修復呢一個活不出上帝榮耀嘅呢個狀態。上帝佢要喺我哋呢啲原本不配嘅人身上重新彰顯佢自己嘅榮耀。所以呢個美好工作咧有一個完整藍圖。剛剛我哋喺以弗所書2章我哋睇到嘅，上帝透過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讓我哋呢啲死在過犯罪惡中嘅人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目的係為要把他極豐富嘅恩典喺佢就係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2章7節，並且2章10節，上帝要將我哋再造成為佢嘅傑作，為咗要遵行佢嘅旨意。換而言之，上帝拯救我哋係要將我哋做成展示佢榮耀恩典嘅樣本。佢喺我哋生命當中嘅美好工作，就係要將我哋呢啲曾經虧缺佢榮耀、達唔到佢榮耀標準嘅罪人，徹底去重造，使我哋嘅生命能夠成為頌讚佢恩典、彰顯佢榮耀嘅展示品。所以翻返去腓立比書啦，當腓立比信徒一直同保羅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嘅時間，保羅就喺佢哋嘅生命當中睇見上帝一路進行緊嘅一個美好嘅工作。而呢個工作係一直會進行嘅，直到基督嘅日子。所以保羅就接下來咁樣為腓立比信徒去禱告。佢話：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真認識和各樣審察力上不斷增長，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更靠着
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上帝。保羅嘅禱告係勾勒出呢個美好工作完成咗之後嘅景象。你會唔會睇到呢？一班喺基督裏面嘅人，滿有對上帝嘅愛、真認識同埋屬靈嘅審察力，並且不斷嘅增長，不斷嘅增長，一路去到耶穌基督嘅日子，佢哋擁有一個真誠、無可指責、結滿仁義果子嘅生命，而一切最終嘅流向就係歸榮耀稱讚給上帝。所以對保羅嚟講，耶穌基督嘅日子唔單單淨係審判嘅日子，更加係十字架嘅榮耀達到最終圓滿嘅一個盛大慶典。乜嘢係十字架嘅榮耀達到最終圓滿呢？我哋先講下十字架嘅榮耀。咁我哋都知道咧，釘十字架原本係一個殘酷嘅死刑，係羞辱、痛苦、失敗、絕望嘅象徵。受刑者係要赤身露體、公開示眾，喺眾目睽睽之下承受一段好長時間嘅痛苦，先至會死嘅。但係耶穌上十字架之前，佢喺約翰福音17章，佢咁樣祈禱，佢話：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佢竟然宣告話佢釘十字架係能夠榮耀父上帝，佢自己亦都得着榮耀。咁呢個係乜嘢嘅榮耀呢？唔係人間權勢嘅榮耀，係上帝捨己之愛嘅榮耀，係聖潔公義同無限慈愛喺十字架上面調和嘅榮耀，係謙卑信服以至於死嘅得勝榮耀。捨己之愛嘅榮耀，大家記得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嘅愛唔係一種抽象嘅情感，而係喺佢嘅兒子為我哋呢啲死在過犯罪惡當中嘅喪屍而捨命當中達到巔峰。喺耶穌睇嚟啊，佢為拯救所愛之人付上生命嘅代價並不羞恥，而係愛嘅最高榮耀。十字架揭示一個震撼嘅事實，就係上帝回應亞當同夏娃叛逆嘅方法，竟然係道成肉身，竟然係差佢嘅兒子親自進入罪人當中，捨命承擔我哋應該受嘅刑罰。神嘅榮耀就喺佢嘅苦咒、犧牲、給予嘅恩典嘅當中，喺成本聖經當中，比上帝其他嘅作為更加嘅明亮。第二，公義與慈愛調和嘅榮耀。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首英文嘅詩歌叫《Come and See》，當中嘅副歌歌詞係咁嘅，佢話：We worship at your feet， 我哋喺耶穌嘅腳下敬拜。Where wrath and mercy meet， 喺義怒同埋慈愛嘅相逢之處。所以呢首歌嘅形象咧，唔係耶穌企喺度，然後你喺佢面前腳前敬拜，而係耶穌被掛喺十字架上面，我哋喺下面去敬拜。點解呢？因為十字架解決咗一個宇宙當中最無法解決嘅矛盾。因為一方面上帝係聖潔公義，佢必須要審判罪人；另外一方面佢係無限嘅慈愛憐憫，佢不願意罪人滅亡。所以就喺十字架上面，上帝嘅兒子耶穌親自成為贖罪祭，讓上帝嘅公義同埋慈愛同時得到滿足。最後，謙卑信服嘅榮耀。世界所重視嘅榮耀係來自於權力、地位同埋控制，但十字架徹底反轉咗世界嘅榮辱觀。大家都記得基督之歌，基督係本有上帝嘅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成為奴僕嘅樣式，而且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個降卑、信服、捨己嘅道路，就係天父要榮耀兒子，兒子要榮耀天父嘅道路。上帝嘅榮耀就喺耶穌基督全然信服父上帝嘅旨意當中，得着完美嘅彰顯。咁我哋講完基督十字架嘅榮耀啦，耶穌基督喺各各他山上成就咗呢啲嘅榮耀，但係我想講，仲未達到最終嘅圓滿。咁十字架嘅榮耀幾時達到最終嘅圓滿呢？就喺耶穌基督嘅日子，係保羅所熱切期盼嘅嗰一日。
因為喺嗰一日，上帝會喺每個信徒身上所開始嘅美好工作就徹底完工。所有屬基督嘅天國子民就會以完全聖潔榮耀嘅樣式，一齊去將頌讚、尊貴、榮耀全然歸俾坐寶座嘅同羔羊。到咗嗰日，虧缺上帝的榮耀就會成為永遠嘅過去式。耶穌基督喺各個卡山上開始嘅美好工作，就喺嗰一日開花結果，達到最終嘅圓滿。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啊，我要問你哋，你係咪期盼自己喺呢啲天國子民嘅當中？你係咪期盼住耶穌基督嘅日子嘅來臨呢？當你想到呢一日嘅時間，你心裏面湧起嘅係多啲對上帝審判嘅畏懼，定係對上帝榮耀完全彰顯嘅渴慕呢？請誠實咁面對自己嘅內心。我哋係究竟係好似保羅一樣，為着上帝嘅榮耀能夠完全得勝而歡欣去雀躍啦？我哋係咪能夠為着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有所參與而覺得榮幸呢？定係你只係渴想緊，希望自己緊緊過關，入到天堂就好啦？或者我要清楚咁話俾你聽，其實冇緊緊過關。如果你抱住呢個心態嘅時間，代表你仲未重生，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上帝的國。所以弟兄姊妹，你係咪已經預備好去迎接呢個終極嘅榮耀呢？如果你好似保羅一樣，無忘從前那天，盼望將來那天嘅時間，如果我哋嘅人生好似佢一樣圍繞住呢兩日，我哋不斷思想上帝嘅恩典同埋榮耀嘅話，我哋就會懂得今日應該如何過活。咁就帶我哋嚟到第三部分，趕緊把握今天。咁我哋而家揭曉呢個神秘人係邊個啦？佢就係張學友。所以話佢唔重要嘅，其實我借佢過橋嘅啫。因為如果你記得2年半前最重要呢一天嗰篇道嘅話，我當時用咗3首張學友嘅歌去引申出3個應用，亦都係我哋今日要思想嘅。我哋應該點樣把握今天？第一首歌每天愛你多一些，應用係殷勤用心讀聖經。第二首歌明日世界終結時，應用係今日敬虔待那天。第三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應用係捨己背價跟從主。咁我揀每天愛你多一些呢首歌咧，其實係因為呢節聖經，因為咧禱告呢個動詞咧喺希臘原文咧係一個現在式，如果去翻英文而家英文咧，其實係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所以其實意思咧，保羅唔係一次禱告，保羅係不斷重複咁為着腓立比信徒去禱告，祈求呢3樣嘅事情，就係愛上帝嘅心、對上帝嘅真認識、屬靈嘅審察力係不斷增長。咁你睇到啦。愛上帝嘅心不斷每日增長，所以咪就係每天愛你多一些咯。咁我哋點樣去應用呢？答案係 Shema, O Israel。喺申命記當中，上帝俾咗我哋最大嘅誡命。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咁我哋要點做呢？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導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走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吟誦。乜嘢係愛上帝？原來愛上帝同埋愛佢嘅話咧，係唔能夠分開嘅。所以如果我哋渴求能夠每天愛你、愛上帝多一些，我哋就必須殷勤用心去讀聖經。我要強調殷勤同埋用心。殷勤係指我哋要持之以恆，有紀律性咁去讀聖經，但係更重要嘅係用心，我哋要讀入心入邊。咩意思呢？意思係我哋要透過讀聖經，我哋要渴求更加明白、更加愛慕上帝嘅恩典同埋榮耀。我哋渴求更加被上帝嘅恩典同埋榮耀去改變，更加能夠盡心盡性盡力咁去愛佢。殷勤用心去讀聖經，以致我哋能夠每天愛上帝多一些。呢個可能係我哋人生當中最重要嘅事情。講到呢度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大概4分鐘嘅錄音，新鮮滾熱辣嘅，啱啱過去星期2嘅啫。
林牧師喺一個問答環節當中分享到點解讀聖經係咁重要。整本聖經都係講緊福音嘅。但有沒有想過，整本聖經其實就講福音？你需要有1189章嘅聖經。你需要有1189章。其中我以前講舊約論點嘅時候，我話你需要有深度。從前我講到舊約的論點嘅時候，講到你需要有一個深度。深度，你第一次睇聖經咧係冇深度嘅。你第一次看聖經，你沒有深度。你大概有一個輪廓嘅。你大概有一個輪廓。你去教會裏邊讀下聖經嘅時候，即係教會都叫你同罪有關係嘅。你到教會讀聖經，他們都跟你說，這跟罪有關係。同十字架有關係嘅。跟十字架有關係。跟住你因為十字架咁，你要愛上帝啦。因為十字架，所以你要愛上帝。所以你個輪廓已經足夠你，其實可以明白福音，可以信嘅。這個輪廓已經足夠你明白福音，你可以信。但呢個輪廓咧係弱嘅。但這個輪廓是弱的。你需要繼續睇嘅。你需要繼續的。可能睇咗5次到咧，就聖經開始有顏色啊。可能你讀到5次以後，你看到聖經。但係仲係有少少模糊嘅。但還是模糊的。繼續睇。你繼續讀。直至佢變成 HD。直到變成高清。跟住啲嘢好清晰。然後一切都很清晰。點解你需要咁清晰？為什麼要清晰？點解需要咁真實？為什麼要真實？因為時候將到。因為時候將到。因為呢個世界啲人唔會中意聽福音。因為這世界的人不喜歡聽。因為你要逆水行舟。因為你要逆水。當世界愛世界嘅時候，你要往天飛。當世人愛世界嘅時候，你要往天飛。所以你本聖經你個 vision 唔 HD 嘅話，你係做唔到呢樣嘢嘅。所以你的視覺沒有高清的話，你做不到這。所以喺呢啲時候咧，你會開始覺得上帝，我多謝你本聖經咁厚。所以這時候你會說，上帝，我感謝你。我多謝你，我哋有創世記，有出埃及記，有利未記、民數記。感謝你，讓我們有那麼不同的書，對，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你讀咗咁多我寫嘅 outline。你讀了那麼多我寫的那些大綱你唔我希望啦，我希望你唔覺得有一本書講唔講都算啦，係嘛？我希望你不會覺得其中有一本書，哎，這個不讀也。我自己讀翻我都覺得感謝主俾我哋創世記。我自己在讀的時候，我也感受到我感謝創世記。感謝主俾我哋出埃及記，俾我哋利未記，俾我哋民數記，俾我哋生命記，每一本書都係充滿住價值，充滿住福音嘅。感謝主，你給我們每一本的書卷，每一本都充滿福音，充滿感恩。好，講多一樣嘢，因為時間關係啦，我講多嘢就係。再說一點。你需要本聖經。你需要這本聖經。有好多人問我即係你點去傳福音啊？咁樣。有人問我，你怎麼樣傳福音呢？點去護教啊？怎麼護教啊？點樣喺唔同嘅情況裏邊同人分享啊？怎麼在不同情況裡面教導啊？教導。講到最尾，你最需要就係你同聖經有個好親密嘅關係。說到底，你就是要跟聖經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你同聖經唔親密，唔明白呢本書。如果你跟他不親密、不明白，上帝用唔到你，上帝用唔到你，真係用唔到你，用不着你。而我講緊嘅當然唔單止係知識。我講的不是單是知識層面，係嘛？係愛慕。而是愛慕。嗰本聖經要有顏色嘅。這本聖經要有顏色。唔係淨係黑白字咁樣嘅，係嘛？黑白的字。你講起嗰個故事嘅時候，你心裏邊會搏搏跳嘅。你說起那個故事，你心裏會乒乒乓乓。唔係我背咗個書不過我嘅記憶淨係得30分鐘嘅啫。我不是說我背了那個故事，我講述只得30分鐘。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take it seriously， 呢樣嘢係你人生嘅寶貝嚟嘅。我希望大家把它視為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所以願我哋都係殷勤用心嘅去讀聖經，以致我哋每天愛上帝多一些，以致我哋一同能夠起飛。我哋繼續睇第2首歌《明日世界終結時》。頭先喺第2部分，我哋已經睇過保羅係點樣去期待耶穌基督嘅日子來到，佢點樣期待嗰個美好嘅工作圓滿嘅成功。其實唔單係佢彼得都係同樣嘅期待。但係彼得除咗期待之外，佢喺臨死之前，亦都語重心長咁提醒信徒：你哋要保持警醒、聖潔敬虔。
喺彼得後書3章，佢咁樣話：第一要緊的，最重要噶啦，你們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出來譏誚，說他要來臨的應許在哪裏呢？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哦。親愛的，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沒有遲延他的應許，呢個係講緊耶穌再來嘅應許。到今日2000幾年過去啦，但係主耶穌冇延遲佢再嚟嘅應許。其實他是寬容你們，不願一人沉淪，而是人人都來悔改。上帝喺度等緊佢所要拯救嘅每一個人都悔改回轉。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一樣來到。咩意思呢？意思係我哋完全冇辦法預測咁樣會突然嚟到，就好似賊往往總會喺人最意想不到嘅時刻去出現。主嘅日子亦都會喺人類意料之外嘅時間突然嘅嚟到。那日天體地和地上的萬物都要消盡。既然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們處世為人必須聖潔敬虔，等候並催促上帝的日子來到。因為在那日，天要被火燒而消滅，天體都要被烈火融化。但照他的應許，我們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義常存。明日世界終結時，去提醒我哋，主嚟嘅日子冇人知道，會像賊一樣突然出現。但係彼得唔係要我哋生活喺恐懼當中，喺度估哇幾時世界末日呢？而係要我哋活喺聖潔敬虔當中，等候並且催促耶穌基督嘅日子嘅來到。所以總括嚟講就係我哋要思想明日世界終結時，以致我哋能夠今日敬虔待那天。嚟到第3首歌啦，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呢個你當然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講到嘅第一部分，我哋思想到從前那天，我哋重溫咗 But God 嘅恩典，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恩典，嗰份要將我哋從喪屍重生成為傑作嘅恩典。而喺第二部分，我哋遙望將來那天，我哋喺度保羅點樣去盼望住上帝美好榮耀嘅工作喺將來那天圓滿咁成全。然後嚟到講到嘅最後啦。我哋必須要回答一個問題，當然係翻去黑房間，我哋獨自嘅誠實咁去回答上帝呢一個問題，就係你是否願意一生跟住耶穌走？請聽耶穌基督慈愛嘅呼召：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心願我哋都無望從前那天，我哋都被上帝福音嘅恩典深深震撼。心願我哋都盼望將來那天，被將來那天上帝嘅榮耀去紅紅去燃燒，以致我哋今日可以成為一隻 FAT 屬靈嘅肥豬。我哋 faithful 忠誠委身於研讀愛慕上帝嘅話語，我哋 available 隨時候命去追求傳揚上帝嘅國，敬虔等待嗰日嘅來臨。我哋 teachable， 我哋樂於受教，歡歡喜喜咁回應我哋主嘅呼召，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喺呢條蒙福嘅路上不忘恩典，渴望榮耀，堅忍奔跑，直到我哋喺榮耀裏面見主嘅嗰一日。讓我哋一齊祈禱。賜俾憐憫嘅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感謝你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間就差遣你嘅獨生愛子為我哋釘上十字架，使我哋呢啲死在過犯罪惡當中嘅人能夠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呢個係我哋永不能忘記嘅從前那天，你嘅浩大嘅恩典。主啊，求你亦都去將保羅嗰份渴慕你榮耀嘅心，亦都賜俾我哋，
讓我哋熱切咁去盼望耶穌基督嘅日子，唔係有恐懼，而係出於愛慕。我哋渴望見到你嘅榮耀完全咁去彰顯，讓我哋等候渴求我哋呢個卑賤嘅身體能夠變成好似主耶穌基督一樣榮耀嘅身體嘅嗰一日。求聖靈你今日喺我哋心裏面嘅工作，重生我哋，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夠趕緊去把握今天，讓我哋殷勤愛慕你嘅話語，聖潔敬虔咁去度日，甘心捨己，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到跟從你。我哋將一切頌讚、尊貴、榮耀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